因為協會裏邊過身之後，有媒體喺度報道，古天樂亦都給予咗佢好多嘅。因為特殊情況，港圈好多藝人都失業，古天樂仲俾每位藝人發咗9000蚊嘅援助金。當然，古天樂會做慈善嘅同時，仲係會享受生活嘅。據媒體曾經報道，佢名下嘅房產價值就超過4個億，5層樓咁高。傳聞古天樂搬咗入去之後，事業扶搖直上。之後，古天樂又使咗5000萬買咗套200平方米嘅豪宅，豪宅裏邊仲帶有空中泳池同埋私人專用電梯。除此之外，古天樂仲擁有一架私人嘅遊艇，價值5000萬，船身全部都係黑色嘅，非常之霸氣。更加唔好講古天樂收藏過嗰啲豪車啦。雖然人哋都會好低調咁開電動車去片場，但並唔妨礙佢屋企有好多部100萬級嘅豪車。以古天樂如今嘅身家，即使係退休，亦都能夠保下半世過得非常之富貴。但54歲嘅佢依然好自律同埋努力工作。佢自己曾經講過，佢工作唔單止係為咗自己賺錢，亦都喺度保住旗下公司幾百人嘅飯碗。佢係從底層爬上嚟嘅，自然明白圈裏邊嘅底層咁唔容易。而佢一切成就嘅背後，都係由一個曾經迷失方向嘅年輕人，用汗水、眼淚、傷痛，一步一步砌出嚟嘅人生高峰。所以，就算今日身體有傷，佢仍然選擇堅持拍戲，力撐本地電影，唔願意停低。有幾大？難怪林雪曾經講，自己香港拍嘅戲，幾乎都有古天樂有份投資。